女王今日要帶大家返去澳門人刻喺心裏面好有回憶嘅地方——祐漢街市熟食中心。講起呢一度呢，我相信係好多澳門街坊都會瞬間勾起嘅回憶啊！祐漢街市喺1994年嘅時候正式落成啟用，轉眼到而家已經超過咗30幾年嘅歷史啦。由細到大都陪住我哋幾代嘅澳門人成長啊，絕對係全澳門最大規模嘅民生街市熟食中心。首先我哋直奔大家由細到大食開嘅奇記啊！無論讀小學嘅時候放學，又或者中學嘅時候中午出嚟食飯，哪怕係有時放假嘅時候呢，我哋都經常性喺呢度打躉啊！呢度簡直係學生哥同埋好多唔同嘅老人家嘅專屬飯堂啊！今次呢，我點咗鳳爪雞翼雙汁湯麵啊，你睇下多啲咖喱，哇，係咪好吸引啊？仲有呢間一定要試啊！行多2步呢，就到呢一間煎餃蒸店阿叔嘅攤位啦。佢哋必食嘅招牌餃子啊，當然我揀我最中意食嘅韭菜餃，再加埋配上佢哋自家製嘅豆奶啦。你睇下啲餃子全部皮薄餡靚噶，韭菜嘅鮮香同埋豆奶呢，都係真係好好味啊！我自己個人認為呢，皮薄餡靚嘅韭菜餃呢，全個澳門呢，佢真係數一數二啊！呢一度呢，簡直係我滿滿嘅童年回憶啊！因為呢，由我小學嘅年代直到現在，我已經係5個小朋友嘅媽媽，我都經常嚟呢度食嘢。相信唔單止係我，好多澳門嘅70、80、90後童年入邊一定有呢一個畫面啦。30年過咗去，喺澳門好多鋪頭同埋街景都變咗，但係祐漢街市熟食中心呢一份市井嘅煙火氣呢，從來都冇變過。呢一度由當年冇冷氣，新水新汗都要排隊幫襯，到現在環境整潔舒服，入面好多檔主一做就係幾十年，守住老澳門最樸實嘅味道。呢一度唔單止係單純揾食嘅地方，亦都係幾代澳門人嘅集體回憶啊！承載住放學嘅歡笑，街坊之間嘅喧鬧，每一小口嘅小食都係屬於澳門本土嘅靈魂味道啊！屏幕前嘅澳門街坊，你哋細個有冇嚟祐漢街市熟食中心打躉食嘢㗎？評論區話我知啊！你哋又最中意食邊一個檔口呢？記得點讚關注我，女王帶大家發掘更多澳門在地情懷嘅美食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